二次世界大战末期，日本为初到补充阿兵哥的人力，在台湾征收过多军人，韩国负责操务的军属也都总共有22万3人，其中最少有3万的人在南洋也都提起死很多，当然还有2万人的台湾籍日本兵入使日本侵国生杀，嗰时呢还希望复土多进来故乡。也多年来虽然因望唔得到，但在一路边还提等日本政府。以及实地韩国合理嘅賠償。天时地利的舞拍方面，又含有同影響嘅音樂。二戰時期嘅日本軍歌，今年84歲嘅梁啟祥阿伯公行動會唱，16歲家下去做日本軍屬，去共產航空廠聽障比洋機韓國做調查師。佢講啲戰亂嘅時代，為咗安寧嘅天係為到愛當然嘅。因為戰爭嘅時陣哦，我靠，我當去睇頭，你若是即軍部嘅工廠哦，你生產啊較容易啦，唔免煩惱講無頭路。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was suddenly and deliberately attacked. 太平洋戰爭條下嘛，日本軍隊係你不准基本上係日本殖民地嘅台灣人介入。唔過啲中國表出抗日戰爭過後，為到為殖民地嘅人做對用日本人嘅身份來做阿兵哥。日本政府喺1936年起始就開始喺台灣推行皇民化運動。1945年戰爭末期，日本打到東勢力，將用自然嘅方式喺台灣請人來做阿兵哥。唔過其實有多人係版本人被定義嘅。那迄陣講志願是志願哦，但是哦，攏迄落。袂輸干那半強迫嘅安尼受傷啊！要去嘅進前迄陣，像阮老母兩個老男咧好甲。刊登一種錄像片，今年88歲嘅阮啟峰阿伯公，18歲家下是加入日本海軍。高鐵嚟70年，也係自家13年總定 QQ 嘅貨嘅，同後用畫圖嘅方式來畫出路頭牌。唔過講到日本政府嘅賠償，佢講佢基金上都唔係上嘅。賠償日本無啦，伊。卡算盤盤咧，開個平平咧就走啊！除了諾斯風和記得戰爭打到武田安鐵方面，也掉落阿兵哥捐口啲玻璃開度風舊時嘅東西來面向20萬7千人嘅台新日本兵，啲南洋也條素材大戰打到唔顧生死嘅悲慘歷史。就算是只有日本軍人身份嘅搶8萬人3人，唔過認真戰爭過後冇睇到日本軍民嘅身份。多年來，韓德有人叫翻，也條台式老阿兵哥，每一場係本太師台田兵鐵的一群人。要爭取日本政府對全台籍日本兵的撫慰，這條路上就被阻斷了，因為沒有外交的關係。所以，經過這一點，對台籍日本兵來講，戰後以後，他們所面臨的一個生活的困頓，包括一個心理的創傷。還有很多的家庭的破裂。二戰結束過後，有人在嗰本國民政府調去參加國共內戰。前面係講時到戰場上，軍確得到一種真創傷。面對國家政權的改變，韓國身份的緊轉彎，也條老阿兵哥沒有切解看法。我做囡仔時，我就講看吼，這個管吼，講到要死啊，拍到要死啊，乾脆也是去倒個賭死，家己自殺的安尼較啲。啊，無佢講，因只有這來管吼，攏食錢了了啦。日本人較公平，應該升就甲你升啊。你有夠迄個能力，有夠迄個資格，伊就當然伊就甲你升啊。你中國唔是啊，中國先愛講歷史啊。喺衝上喺子彈下嚴轉一條命嘅台式老阿兵哥，總頭抗日嘅幾行人搶得到1的，甚至同日本本軍人所漲是批按到嘅戰爭賠償。安台真嘅阿兵哥全也存冇幾多嘅人呢，請望政府來從事韓國同家聊天數，最起碼啲韓網冇目前為談到日本政府嘅一己非事理，認真也係家聊怪異嘅公土同尊嚴。客家新聞已經有前做高雄報道。